林尚義1934年12月14號出生於香港，16歲就喺東方足球隊踢波。佢24歲代表中華民國奪得亞運金牌，26歲更參與羅馬奧運會。佢除咗球技出眾，綽號重炮手，仲有一副能言善道嘅口才。皆因阿叔曾經喺中小學任教中文同體育科。由於林尚義係嚟自紅褲子嘅出身，所以佢喺評述嘅時候非常肯定且有立場，永遠唔會含糊其辭，因此深受球迷喜愛。聽過阿叔講波嘅人知道佢對自己嘅職業有一份認真嘅態度。導演劉偉強更加稱佢演戲嘅時候都非常勤奮，雖然起初唔習慣常常出錯，但佢努力地排練到好。真係值得年輕演員學習。阿叔喺電台同電視台擔任足球評述員30年，風格獨特又精闢，公認香港廣播界第一把交椅。彼時香港可以暢所欲言，有嗰句講嗰句，實在亦令人非常懷念。阿叔評述就似一記又一記重炮。若果佢今日依然在世，對於現今香港嘅情況，唔知又會點樣嘅評述呢？